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6月1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6篇第1节到第10节，出埃及記12章43節到49節，希伯來書第2章第5節到第9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盤過。耶穌基督成做世間人的救贖，家己成做迄個救贖的贖罪祭、大罪羊羔。就好像親像佇出埃及記記載着迄個刣大囝的災難，上帝吩咐以色列人，着愛刣一隻羊仔，用羊的血做記號，成做以色列人來撇開瘟疫殺害的這個災難。出埃及記12章43節到49節，這段記載着盤過節的過程。上主對摩西講。對亞倫講，盤過節的規律是安尼：盤過節的食物，外族攏毋通食。毋過呢，用銀買來的爐咧，若有受割禮就通食。行骹的甲車來的工人攏毋通食。着佇厝內食，連一塊也毋通摕出去外口食。羊仔的骨連一支也毋通降斷。以色列所有的會眾攏着安尼來守節。若有行腳佇恁中間的外族人，愛要守盤過節的敬拜上主，因家內的查甫人着受割禮，才通甲本族的人共款來守節。毋過無受割禮的外族人，攏袂當用得食。本族人甲行腳佇恁中間的外族人，相款攏着守這個規律。保羅佇希伯來書中間也提到着耶穌基督身份，並且引用着詩篇第8篇第4節的經文，講着人算什麼，你竟然眷顧伊。基本上，佇這個所在咧講的伊，是咧指代表耶穌基督的權柄。希伯來書第2章第5節到第9節，上帝無將咱所講這個將來的世界交予天使管理。毋過聖經有一個所在最前講，人算什麼，你遐爾關心；世間人算什麼，你遐爾照顧。你互伊比天使小看較低，你賞賜榮光尊貴做華冠甲伊戴，互萬有攏降服佇伊的骹下。上帝既然互萬有攏降服伊，就無一項無降服伊。毋過到佇現在，咱猶未看見萬有攏降服伊。咱看見迄位比天使小看較低的耶穌，已經經過死的痛苦，得到榮光尊貴的華冠。安尼，伊靠上帝的恩典，通為着眾人來死。也因為主的救恩，人就無閣再受到迄個割禮的束縛，因為信。就攏通得到救。詩篇86篇第1節到第10節，上主啊，求你阿耳空聽我，因為我困苦散赤。求你保存我的性命，因為我信靠你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僕人倚靠你。求你拯救我，主啊，求你憐憫我，因為我規日求叫你。主啊，求你互你的僕人心神歡喜，因為我仰望你，對你祈禱。主啊，你良善歡喜赦免，你賜豐盛的慈愛，互所有求叫你的人。上主啊，求你阿耳空聽我的祈禱，阿樂聽我懇求的聲。我佇患難的日求叫你，因為你會應我。主啊，這的生命無一個會當甲你相比，你因的所做嘛袂當甲你比。主啊，你所做的萬物攏會來到佇你的面前曝擺，因會榮耀你的名，因為你偉大做奇妙的事。
只有你是上帝。感谢主，伫阮拄着大困难的中间，赐了救主耶稣基督，成做阮的大罪羊羔，成就了主的救恩，互阮会当因为相信接纳来得到永生的活命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